各位朋友，大家好！今日我介紹一隻冷僻嘅書啊，呢個排完嘅湯咧，我就係鹿書啊，誒佢嘅赤葉咧就係盧局赤鹿啊，鹿形嘅鹿同形嘅啊，佢意思即係講咧有講靚，有講有主一樣啊，誒廣東話嘅鹽咧都鹿啊。呢個唔一二嘅鹽咧都六，老一二三四五六個六是同形嘅，而客家話咧超稱係隻鹽個碌啊，超嘅鹽會咧啊，客家話老一二咧有啊唔同嘅鹽啊，所以咧嘅隻書咧啊，如果講出嚟咧就啊，現時好多笑話啊，見出咧超嘅講嘅隻書啊，現出嚟嘅笑話。先嚟講叫做綠樹嘅馬意嘅意思超英我哋講用手灌嘅水，嗰隻一提嚟將佢色會綠熟即係講譬如魚片粥瘦肉粥啲用滾粥嚟淥熟佢嘅呢個用罐手灌嘅粥嚟淥通常咧我哋啲廣東小食都好多嘅對五片粥雙肉粥豬肚粥牛肚粥呢咁樣都有嘅。通常咧，小食店咧將佢哋燒咧按照分量嚟分類然後咧仲有個碗嗰些加啲嘅配料葱花咁樣一分一分放假如果客人嚟到咧，佢食嗰時咧就將嗰啲昆粥放落去一淥馬上就識得㗎啦又新鮮又潤滑嗰種嘅食法咧到今日為止都好常見接下嚟咧我哋就喺講嘅就關於隻綠樹嘅有關嘅故事嘅笑話故事其中有隻故事係正式嘅書劇嚟嘅超講當年咧博羅好多地方咧都有好多客家人開小食店嘅有嘢咧有隻半天人即係講白話嘅半天人去出差經過個小食店佢都想問豬肉粥嚟食嚟食就當早餐佢就到個店主講老闆同我6碗瘦肉粥嚟個店主個老闆一聽6碗粥好開心而且聽到6碗馬上啫就6碗粥過來擺個客人嘅面前一般啲客人一聽哇因為搞錯等於同你叫你6碗瘦肉粥啫，你點解真係攞6碗粥俾我咁你當我個肚係豬肚因為牛肚個店主聽話哇又豬肚牛肚記咩咧就講豬肚牛肚又來跟住都客家人嘅個小年人嚟嘅，個
唔同客家話啊，啊，話xong咧要幫佢兩運要運煮到粥，一定要做粥啊，即係點樣解樣啊個客人咧，哇，因為教粗啊，有時碌運粥啫，碌運粥啫，搞到咁大單嘢，當時咧有後生又唔識又咩學鬧嚇，即係我哋後生啫嚇，就點解個老闆差唔受攤嘅唔受攤嘅本地話嚇，所以咧就過嚟你會咁樣產生會嘅這個然後咧就慢慢攞嚟解釋清楚原來咧講咗話咧就個六六嘢個六同佢1、2、3、4、5度個六同音嘅1、2、3、4、5度個六我個六族個六同音嘅個客家話都六廣州話都六所以咧都產生咁多誤會啦當時咧即係冇辦法啦即係講嗰啲都好嘅族即係反之啦冇辦法啦即係講其實錄書咧超近期嘅即係一般嚟講咧後受要咁嘅客家話啦本地話咧睇啲都相同嘅每日見到不過咧有啲例外其實錄書也好例外到今刻為止即係講應該是都冇嘅隻書嘅，其實攝影真查到嘅書有唔知叫乜嘅書當時就想查就按個錄一故事按照隻故事嚟去查個書，查嚟查去查唔到就講應該即係咧在Google 搜索緊搜下咧人哋在攝影間用嘅隻書而家就出嗰個盧局尺錄本來咧盧局尺咧攞個局同嘢都錄嘅又唔知做乜嘅咧客家話俾人錄啦本來講咗一個錄咧都同前啲攞隻盧即係錄係同形嘅所以咧因為一錄錄攞個錄同形所以產生咁樣嘅笑話啦呢隻故事咧就係講呢隻錄書嘅笑話然之後咧就講就錄書下週咧真係有類似嘅假節目推出嚟嘅希望大家留意呢個節目到此為止多謝大家